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
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好，大家这位再去吃早餐啊，我说，搞早哦，咱一起来唱欢喜的诗来王老上帝，诗篇23篇。咱用这首歌来做咱今日的开始。
咱即时来读圣经，日时上主是落伊的慈爱，免是伊互我唱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诗篇42篇8节。好，咱过来一摆，日时上主是落伊的慈爱，免是伊互我唱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诗篇42篇8节。哦，咱即时来为着咱的感恩甲认罪来祈祷。咱嘛爱感谢阿罗上主，因为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创造万物，公义甲慈爱的主。咱嘛爱认罪来悔改的规正，敬畏上帝。咱即时同齐来祈祷。感谢你保护阮过去做你稳定无受马过，阮一切都不能做你可想不错。阮嘛伫遮献出阮的感谢，祝你甲阮同在。只是阮嘛为着阮家己，主你面前为无伊所愿的决心，伫你面前主你来认罪，相信我叫做你为我真大的心，让我有心创造。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
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创造天地万物，你用慈爱看顾阮的性命，也用教义的恩典，互阮每日会当领受主你的看顾，也愿你接纳软食的阮，成做你的囝儿，阮满心感恩，愿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主啊，阮也来到你面前，诚心认罪悔改。真侪时阵，阮心中骄傲自私，常常凭家己的意思做代志，无敬畏你。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清去阮的内心，互阮离开罪恶，不过偏行家己的路。求信心帮助阮，定心用敬畏甲顺服的心，跟对你。伫讲话、行为甲心思意念顶面，拢互你欢喜，活出疼甲公义，诚做荣耀你名的人。咱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即时嘛为着咱新心灵得到医治来祈祷。咱邀请主耶稣，诚做阮灵、思想、情感、意志、身躯的主，将阮的烦恼交托互主。咱嘛画手伫胸坎，也是带病的所在，向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饶赦伤害过家己的人，诚实也求主的疼充满，医治心灵，会当用主的疼去爱遐个伤害过阮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靠顾阮的，主你保守的你，阮靠求主你加做阮心灵、阮的思想、情感、意志，拢有主你的保守的主，阮也要对主将阮的烦恼来靠的主，求主你怜悯，包括阮。亲爱的主耶稣，阮愿意拍开心门，邀请你成做阮性命真正的主。求你掌管阮的灵、阮的思想、阮的情感、阮的意志，也掌管阮的身躯，互阮的一切拢归乎你。主啊，阮愿意将心中的重担、忧虑、痛苦甲烦恼，全部交托伫你的手中，因为你是爱阮、看顾阮的主。即时，阮将手放伫胸前。也放伫阮需要医治的所在，恳求主你亲身医治阮。主啊，你知影阮受过伤害，阮心中放袂落的人甲代志，求你赐阮饶赦的力量，互阮愿意赦免遐伤害过阮的人，无过互苦毒甲怨恨捆绑，也求你赐落恩典，医治阮的身躯的病痛，恢复阮心灵的平安甲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嘛为着咱主力服侍人员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咱的牧者、中级团队，甲这礼拜参加逐项服侍同工守望来祈祷。求主恩膏赐落属天的快乐，关闭互所有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着利益。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你看顾阮个人教会，主的保守领传，求主你来。中级热心同工，阮的苦中小草顶，我拢交托伫主你的手，我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伫阮教会所并进行的这个圣工，服侍的人人拢得到主你的保守，主你亲自所小事的智慧、慧力、能力，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所以使咱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求你看顾阮今日伫即场礼拜中间所服侍牧者、长职甲正同工伫事项顶面一切平安顺利。牧者所讲的信息会当互会众领受。长职甲正同工伫礼拜进行的中间一切平安顺利。
无消昔日的骄料，求主纪念因的辛劳。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哦，咱即时咱嘛为着咱主日的守望来祈祷。哦，咱感谢主带领中级同工用心参加圣经共读的学赛，也请大家同齐为6月初4开始的列王记共读来代祷，会当通过每日灵修，甲主耶稣有更较亲密的关系，经历更较侪的稳定甲祝福。哦，过来，咱嘛为着咱教会伫咧7月初6至初10举办阿加贝儿童夏令营，目前至今已经满，报名的囡仔有57个，咱的目标是100个。哦，求主带领，有更较侪家长会当看到夏令营的信息，为厝内囡仔来报名，互更较侪囡仔有机会同齐来参加学习。咱坐下来祈祷。主感谢你来看看台湾教会所进来圣经用途，而且学师做你稳定满满伫所有的中心同工的成就，嘛为着6月初4开始牧师会开始来咱来记，需要求主你保守，让各个人者会当伫每一日的灵修，合作会当建立亲密的关系。主啊，阮满心感谢乌罗你，感谢你带领教会中级同工用心参加圣经共读的学赛，伫无用的生活中间，犹原愿意献上时间甲心力，诚做兄弟姊妹祝福。求你特别祝福伫6月初4开始的列王记每日共读，通过牧师的信息，帮助更较侪兄弟姊妹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会当更较明白你的话语，甲主耶稣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领受你丰盛的稳定甲带领。咱嘛为着7月初6至10日举办的阿加贝儿童夏令营，交托伫你的手中。感谢你已经备办充足的志工团队，求你继续保守各项筹备工作顺利进行。愿你互更较侪家长的心门拍开，互因看见夏令营的信息，就愿意带囡仔报名参加。求你带领遮的囡仔来到营会当中，无但会当学财目，建立美好的品质，阁会当入捌主耶稣的疼，将福音深深感动伫因的心内，互更较侪家庭因为夏令营来得到你的稳定。咱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这时咱来读咱的主祷文。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伫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呀！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
因为耶和华是大的王，是大的上帝，赢过拢总的上帝。请咱做伙来经信诗85首，无限人光甲娱乐，请起立吟全首。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所疼疼的囝儿，咱即时就是伫你的面前，要当心敬拜阿罗你，来亲近你，尊崇你的名。主啊，你有教示阮，着先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愿今仔日，阮来到主你的面前，毋是照家己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旨意成就。毋是求世间的荣华，乃是要求主你的国度的确定，甲永远的荣耀。求你掌权伫阮的性命，互阮的心思意念拢归向你，言行举止拢合伫主你的心意。主啊，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阮心时常软弱，内心有挂虑，有埋怨，有无信的时，求主你赦免，互阮通重新得到清洁的心甲正直的灵。求你的保护，洗清阮一切过犯，互阮通天然无惊来亲近你。也求圣神今仔日充满伫即个所在，自由运行伫敬拜、诗歌、祈祷甲信息分享的中间，感动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真实来经历你的同在，互每一位来甲你面前的人，拢得到造就甲复兴。主啊，我要感谢你来保守。牧师即届的世界展望会行程，一切平安顺利来完成。我也要继续为着牧师来祈祷，求你赏赐牧师有属天的智慧甲气力，互伊伫牧养教会课程当中，心常常来注目伫你。当有压力、身躯亚线的时，主你亲自来扶持，互牧师所传的信息充满圣性的能力，成做正人的帮赞甲造就。今仔日牧师也要伫台台参加期中考，恳求父上帝你亲自来保守带领，顺利来完成。主啊，也求你来保守牧师的家庭，互因的家庭有平安、有喜乐，夫妻同心，囝儿有主的引带。求主你的恩典来加看，互牧者无受到恶者的攻击，
身心灵拢得到保守甲健壮，诚做水搁好诶见证。主，我们求你祝福教会每一位付出的同工，无论是敬拜团、招待、导演、音控、主日学，也是点点伫教会付出的兄弟，拢求你来纪念。阮毋是用人的气力来服侍，乃是靠着信心的能力来服侍。求你互教会诚做即世代更加严，互将福音来传出去，互众人真正来认捌你，来归应你。主啊，阮也要将有身体有欠安、甲软弱、内心有忧闷、家庭有困难的兄弟，拢要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施恩来医治、安慰甲开路，互失望的人重新得到盼望，互无气力的人来重新得到气力。因为阮深信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既然倚靠你的人，永远拢无见效。我们今日礼拜对头到尾，拢有主你的同在带领，愿一切荣耀、尊贵、宽平，拢归伫你。阮伫主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39，以赛亚书第2章。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了错的山岭较悬，万国拢会结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就上主的山，来去上雅各的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通行伊的路。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伫万民中排解纷争，因为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啊！这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嘛免搁学战争，雅各的家啊，就来。就靠上主的光来行。这是请萨克斯风团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云上太阳》。云上太阳。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过活，就着追求天顶的事，伫遐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恁着专心注意顶面的事，毋是地上的事，因为恁已经死。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蕴藏伫上帝内面，基督是恁的活命，伊显现的时，恁嘛会甲伊做伙显现来分享伊的荣耀。这时，请本堂林顺正长老来讲道，题目是追求天顶的事，抬头看天，活出生命；抬头看天，活出生命。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看咱大家比我较紧张哦。感谢主啦吼！感谢牧师，感谢小会，会通接纳应允我，会通伫这中间甲咱做伙来分享上帝要互咱的话。咱的牧师非常的认真拍拼，伊早起特别考试吼。咱嘛为来祈祷。咱要开始来先，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教育阮用。这时，阮要来听你的话，求你安静阮的心，将一切烦恼挂虑、暂时拢放落来。愿你的话亲像种子落伫好土，结出美好的果子。恳求主。也甲陈牧师同在，互伊考试通顺利，当心伫你面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毋知要会记你顶礼拜牧师的讲道的重点无？牧师顶礼拜讲充满我第几讲？第5讲，伊讲牧养是爱安那真责任吼。会记你牧师内面讲着3点。耶稣彼得讲的3点真重的话，耶稣第一遍甲彼得讲：你爱饲我的细只羊仔，对无？牧师讲饲细只羊仔就是替伊饲食奶尔定啦，细只羊仔只有会当食奶吼。耶稣第2遍彼得讲什么话？伊讲牧养我的羊。牧师伫中间有强调，什么是牧养？就是因带。爱治理管教，咱教会一个牧养部咱就做个同工。牧养就是引带治理甲管教。第3遍，耶稣甲彼得讲：你爱饲我的羊。这边迄细只羊仔无去啊，对毋对？你爱饲我的羊。特别牧师讲着讲，什么叫饲我的羊？就是迄个终极最结尾的守护者。咱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爱互相来做牧养，敢毋是咧？咱每礼拜拢牧师拢互咱食牛食鱼，对毋对？咱讲食鱼食肉嘛，都爱安那菜教，所以我今仔日就煮菜互咱食，好无？吼，咱都爱食菜，嘛都爱食鱼食肉，安尼才会健康吼。透过今仔日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牧师互咱的主题，这个牧师定的吼，伊讲爱追求天顶的事，等来抬头望天，活出新的生命，活出新的生命。首先，翻译哈。首先我要先请咱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伫看倒位？你的人生伫看倒位？兄弟姊妹，咱常常。看见人伫咧行路的时，拢常常安那额头创啥物货？看涂骹还是撸手机啊？拢咧看撸手机啊，较济对毋对？非常的专心伫遐看手机啊！咱有安尼过的人捌举手，我看觅者，包括我嘛是捌咯。哪行路哪撸手机啊？非常的专心结果呢，差一点仔啦，弄着人啦。甚至我有看过一个学生遐去弄着条啊，
真正是非常的专心。对安尼，我相信伊看手机啊，伊嘛错过侪这真水的这边的风景甲水的美景，敢毋是咧？这就是咱现代人，侪人咱人生的写照就亲像安尼。有当时咱拢亲像伊原真拍拼真努力咱嘛非常的专心无论伫咱的工作啦、家庭啦，或者是健康啦，甚至就安尼来烦恼结果咧，侪人的心伫遐度愈来愈沉重，愈来愈沉重。咱对5月25开始，甲6月初3伫读过的写书，过的写书内面已经这张批是保罗伫咧感觉伊伫遐受关押的时所写的，和哥罗西教会信徒一张批咱看见咱即几工在做这同工拢分享到真好势第一章甲第2章，伊最主要是咧讲迄个信仰的真理。保罗咧强调讲，基督是至权，是完全的救恩。第3章甲第4章就是今仔日咱开始咧读的第1章甲17节再去书神长老甲咱分享过，分享嘛真好。是讲到什么货？讲到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要安怎来生活，要安怎来实现咱的生活。保罗只要教导一个天国的百姓的信徒，咱要安怎来活出真正来实践一个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保罗为什么伊要对哥罗西教会要来讲这个呢？咱知影对圣经内面，咱听过读过真济，我认为就当时真济这假先知伫遐传播真正确的信息。甚至伫遐甲信徒讲恁都爱做这守足这规矩恁来禁食，甚至恁来身体爱受苦，安尼上帝才会插恁。伫遐地教这信徒呢，都拢非常的紧张每一工拢非常的担心我是毋是这也做无够，我是毋是遐也做无够，我守规矩守无够总是保罗甲因讲，伊讲兄弟姊妹。这个甲将来的事拢无相像，拢无关系。这个将来的事只有是影尔定。真正的实体是什么人？是耶稣基督。你独独爱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对将来所要产生的事，是真正迄个实体。所以咱听我了解。保罗里才讲，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货？就是基督是你万有之上。什么叫万有之上？耶稣基督是赢过世间所有一切，万有之上。咱讲之所谓，耶稣基督是至权的。拄仔咱所读的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保罗讲，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搁活就着追求天顶的事，敢毋是咧？什么是追求天顶的事？简单甲咱讲，就是转变咱生活核心的焦点甲价值。这内面有包括几啊项什么是追求天顶的事？第一项就是咱的身份爱认同啦。身份爱认同，咱既然甲耶稣基督结连得到新的生命，咱的人生的目标都会改变。第二，讲咱的迄个眼光，咱的视觉嘛要转变，用上帝甲永恒不变，爱去超越你的眼光，爱看待咱的生活甲一寡待人处事。第三，讲咱的主权来依靠，咱的主权依靠，不拿爱依靠尔，爱顺服，咱来尊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主宰，用耶稣基督伊所教导咱的做咱的准则生活的准则，这个话就是要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4项，伊讲爱做咱生活的提醒，咱无互世俗在忧郁捆绑着，爱用听甲智慧来过咱每一天。这是追求天顶的事4项，爱咱爱注意的。兄弟姊妹，你的人生伫看倒位？咱的方向若是毋对出力就无效。圣经内面就甲咱讲，
这节圣经咱做来读好无？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也伫倒位？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倒位？顶礼拜南港教会建堂来甲咱募款对不对？啊，感谢主啊！咱遐姊妹非常热心的奉献吼。你的财宝伫倒位？放伫上帝建堂的顶面，对不对？啊，牧养基金咱毋知了解无？咱牧教好一个牧养基金有无吼？咱嘛都要来关心好无？吼，钱财宝放伫倒位？你的心嘛爱伫倒位？所以咱若每一工只有看对面上的代志较侪的时阵，咱的心感觉就伫遐愈来愈沉重，愈来愈沉重吼。总是咱若愿意摇头看天，咱的性命就会看见新的出路。咱来专心来跟对耶稣基督，咱就会当来活出稳定甲真理。啊，透过今仔日的圣经4节吼，我要甲咱来大家来分享有4项属天的性命看见，追求天顶的事，摇头看天，活出性命。第一项要甲咱来分享的。咱的身份证，咱的身份证已经换了吼。要甲咱来分享2点。伫基督内面，咱得到新的身份，甲基督同活是咱人生真正的保障啦吼。人生真正的保障。咱伫基督内面已经得到新的身份。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来咱做来读来。若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搁一遍来，若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咱在这个世界常常拢是用失败或者是环境好歹来定义咱的人生。但是对就于基督徒，咱属上帝的囝子来讲，上帝已经重新定义咱的人生。当咱受洗信主了后，旧的生命就已经来结束，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咱的生命已经有新的主人，有新的方向。新的主人，新的方向。伫遮保罗伊甲咱强调，讲一位顶头先得救的基督徒，一位顶头先得救的基督徒，应该爱伫日常生活中间，安那活出有耶稣基督同在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同在新的生命，耶稣同在基督的新的生命，有几个项咱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的信仰。毋通脱离这个现实的生活。有人讲我信耶稣，对世间的什么俗世的生活，这拢无要插啊。咱的永远袂当脱离现实的生活。一个基督徒，若袂当只停留伫迄俗人的笑脸尔定。刚才讲有人讲，我规工就待在教堂里面来做礼拜，无要管世俗生活，安尼敢会当？讲不食人间烟火啦，有人关起门来信耶稣。安尼嘛袂当吼，咱日常的生活，咱每一工拢必须要实实在在来甲耶稣基督结连，咱袂通甲这个世俗来脱离现实的生活。第二，咱要有新的生命的迄个根源甲本质的改变。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新的生命是甲耶稣基督。圣经内面讲，藏伫上帝内面，有人讲藏在里面是不对的。藏伫上帝内面，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原本。这个生命的原本就是应该，咱就是得到荣耀，还有具备属灵这种的特质。所以，咱甲耶稣基督，迄个新生命的根源的本质，就是咱的生命藏伫上帝的内面。第三，属灵的原则，正做咱指导咱的生活。第三项用属灵的原则指导咱的生活。顶头先得救的生活检验的标准，要安怎检验？去问牧师讲，我安尼做对无？或者伊讲去问某什么人，某什么长老讲，我做安尼是对啊毋对呢？毋是，倒转来问咱家己，咱家己来检验看，咱每一工咱的起心念头动念，做判断，甲咱的抉择的时阵，你是毋是跟对世界潮流伫咧行，照你所爱去行，或者是
你做每一项代志，你的起心动念，拢是根据圣经内面迄个新生命的原则来决定、来指挥你的生活，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非常的重要。咱来用属灵的原则，正做来指导咱每一天的生活。第四点，经过心口不一啊，讲你的心甲嘴无一致，这种的信仰。咱伫真实的上帝面前，咱的生活若无活出新生命的款式，嘴讲是无问题，心的佫是一款呢，咱就必须要真严肃咱来审查来检验家己，看家己是毋是真正有一款的情形。咱若是安尼咱都真严肃来检验。安尼你敢毋是一个从头先得救的基督徒吗？兄弟姊妹，咱来真清楚，爱相信，一个受洗信主了后，圣经甲咱讲，你旧的生命已经结束，跟耶稣同死了。就是讲，你旧的生命已经爱淡煞，等伫一边，咱无搁做罪恶路咧，咱是天国的国民百姓，咱是上帝囝，阿门吗？阿门。总是咱看见今仔侪人信主了后，真侪年，总是抑个犹原活伫个自卑甲怨恨的中间啊，就好亲像咱买新衫换新衫，总是迄个旧衫啦，个毋肯甲放杀烧香。佫留迄个旧衫伫里，迄个旧衫留着就无路用啊！咱都要穿掉迄个新衫，敢毋是咧？所以这真重要。佫讲一遍，你已经毋是旧的人，你是一个新的人。咱无佫再佫活甲亲像一个孤儿，咱都要勇敢来活出新生命的款式。这是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4种会改变的芳味。煞者要甲咱来分享，就是讲，甲基督同国活是真正的保障。换一下，对哈。好，甲基督同活，毋是一场通往未来啊，毋是讲信耶稣基督了后，只是摕到一张迄个通往迄个未来死了后，才会当兑现承诺的门票啦吼。直接甲咱讲，咱是伫即个时。即时即刻就伫发生的生命的变化，咱的生命是讲蜕变，蜕变什么是蜕变呢？讲迄个像咱有饲过牛迄个破茧成蝶嘛，迄个破茧而出，脱壳咱的生命爱只要蜕变，这是甲基督同活真正的保障，就是咱内在迄种的心态。咱的价值观，或者是咱生活方式，都要经历这种的破茧成蝶这种的彻底的改变的成长，成做一个讲全新更较成熟自在的家己叫做焕然一新咱的改变爱包括几项就是讲爱立刻有迄个实质的转变，咱的个别句话活出新的款式，咱的生命。爱有深结的连结，甲耶稣基督的生命爱紧紧结连做伙结连夫妻与共咱爱伫对呢，好亲像伫天年的操练，将天国的掌权落实伫咱平凡日常的生活中间。耶稣基督的信仰，毋只是有比咱要安怎来面对死亡尔定，佫较是想说，互咱伫即个时。咱要活着时，咱有气力，咱要安怎来好好来活靠耶稣基督，甲耶稣基督同活，这种的享受伫咱生活的每一天，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歌罗西书第3章第3节，来，咱做来读好不好？来，因为恁已经死。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重伫上帝内面，恁已经死。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重伫上帝内面，
圣经内面写这温种隐藏，什么叫隐藏？有人讲啊，偷偷摸摸的躲起来，不是哦。这温种是讲是一种真全然安全的保障，咱的性命是放伫耶稣基督迄个所在，甲上帝、甲耶稣基督做伙啊，放伫上帝迄个所在，就好像一个囡仔，啊，真安稳，老母甲抱伫伊的怀抱中间，非常安稳啊，伫个怀抱当中，迄种的咱的性命是放伫上帝的怀抱中间，甲即个婴仔相像。咱在当保罗咧写即张批的时阵，伊人虽往伫个感觉内面，总是伊深知伊家己真正的性命已经安怎放伫基督内面，放伫基督内面，所以因为安尼啊，咱知影虽往高墙家己也查着，伊的身体无自由，总是挡袂着伊内心伊的平安。假如锁袂掉保罗伊灵魂的自由，对安尼保罗伊犹原会通写出充满盼望甲喜乐的信息，透过安尼，佮写批出来，勉励侪才会信徒啦。因为保罗伊非常会明白，真正的自由甲平安，将来毋是决定伫个外在的环境的中间，乃是在伫内心是毋是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我讲一遍，决定毋是决定伫外在的环境，乃是伫咱内心有耶稣基督的同在。阿们。诗篇91篇第1节，来，咱做来读好不好？来，找至决的上帝做避难所的人，会徛起伫全能者的阴暗下面。兄弟姊妹，上帝是咱的保护者。咱若煞接甲读个第2节的时阵，啊，诗人嘛是对上主讲的，讲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倚靠的上帝。诗人对上主表达一种迄个非常极大的信心。你是我的避难所，找至权的上帝做避难所的人。无论外在环境偌尼混乱，偌尼危险，只要宣告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内心就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伫基督内面的人，拢有一个世界抢袂走、风影摇袂动的华语讲终极保障。阿们，你相信吗？感谢主。第2大点要跟咱来分享啊，咱来重新对焦，重新对焦，咱毋通互咱的烦恼变做偶像啦，吼，毋通互烦恼变做偶像。有2点要跟咱分享，地上的事需要关心，但袂通成做咱生命王位。第2，用属天的眼光来生活，将埋怨来变做祝福。对面这些事需要咱去关心，但是袂通成做咱生命的王位。歌利西书第3章第2节，遐嘛甲咱提醒，恁着专心伫伊顶面的事，毋是对面上的事。恁着专心伫伊顶面的事，毋是地上的事。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拢有牵挂咱看咱这少年人爱拼命工作，要维持伊的婚姻关系、家庭、学生的学业咱的长辈，咱在座咱每一位长辈，有当时咱都要面对这病痛，甚至咱在孤单圣经毋是讲叫咱都要冷漠无去面对这个事，咱是搁一遍甲咱提醒，是爱咱毋通互这个挂入烦恼来取代上帝。有时毋是问题伤过大，咱是安怎？咱的心离开上帝偌远啦，有时候不是问题太大，而是我们的心离开上帝太远了，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咱做来读来，恁着将一切挂入交予上帝，因为伊关心恁。
恁就将一切挂入交予上帝，因为伊关心恁。讲一个阿嬷吼，每工透早伊拢爱安尼赶地啊去市场买真济菜，派真济菜转来吼。因后生呢看老母啊遮辛苦，就去买一台菜篮车互伊听去摘菜，互伊拖啦吼。总是经过无几工，后生讲，即个菜篮车老母她也无伫用啦吼。伊就问即个老母吼。即个阿嬷安那甲回应，伊讲迄菜足重诶啦，我惊伊挡袂牢，那么车啊链歹去啦。兄弟姊妹，咱来确信，真正迄个交托诶心态，是来深深咱相信上帝智慧甲开力超过咱。有当时咱往往只有看到眼前诶一小步，总是咱诶上帝，伊已经在早真早就替咱看清楚。规条的路，咱看的是暂时，上帝看的是永远。虽然目前的环境有当时袂当符合咱所毋望的，总是咱的确要相信上帝，始终对头到尾为咱的确预备通介好安排，也要照着上帝的时间来成就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有真好的美意。阿们。第二，咱要用属天的眼光的生活，将埋怨变做祝福吼。咱过来读《歌罗西书》第3章16节来，就好基督的话丰丰富富伫恁内面，就用逐款的智慧，互咱教示彼此劝解，唱诗篇、圣诗连歌，对心底感谢俄罗上帝。这是咱今早去圣经共读的。第3章16节，嘛是我灵修笔记内面我所选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甲咱讲，就好基督话丰丰富富伫咱的内面，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用智慧互相教示，但彼此爱劝解，爱唱诗篇、俄罗的诗篇的圣诗的诗歌圣诗连歌，对心底来感谢俄罗上帝。兄弟姊妹，魔鬼最擅长的什么事？做什么事？我昨问我的查某孙来讲，你知道魔鬼最擅长做一件什么事？讲我不知道，我就甲讲，我即摆甲你讲魔鬼同该擅长伊所做的就是用诱利、欺骗、引诱来偷走怎样我们的平安跟喜乐。这是魔鬼一贯所用的手段啦少年顶面的事就是咱来学习用天顶的眼光来看待对面上你所面对的困境。真正咱每一个人身体会拄着病痛，总是伫病痛的中间，咱有缘要看见上帝有缘伫咧扶持咱。敢才有时咱拄着经济困难、多问题，但是咱有缘都要学习，倚靠主对咱有缘会通供应。追求天顶的事。最实际的操练就是，咱要将埋怨转化做感恩甲大道。阿们。继续咱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来，咱就来读，来，就不时欢喜，就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就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今仔日所选的圣经节，拢是咱非常熟的圣经节，一读再读，但是咱是毋是会通去实行去做？咱搁一遍过来，今仔日煮菜嘛，就搁煮一遍菜，咱过来甲回想搁来读。伫咱在座咱的长辈，咱有缘拢会面对咱的体力渐渐伫咧衰烂，但是咱伫灵界内面。咱有缘有极大的转变，这是咱的确要相信的。圣经内面一直甲咱强调，咱就要不时欢喜，就要祈祷，就要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的。这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咱既然属耶稣基督的人，咱就是会通做这个代志。这是在咱属灵内面
咱有极大，这是上帝互咱的官兵检视咧，吼。咱煞接来看《以弗所书》4章29节来，歹话拢毋通讲，颠倒讲造就的人好话，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歹话拢毋通讲，颠倒着讲造就好的人的话，着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当咱开喙伫甲人祝福，为人流目屎祈祷的时阵，就是将地上的重担提到天顶的宝座前检视咧。只要咱要活着，咱要有一口气的是，咱都有这个官兵伫地面上，咱就有缘有这个使命，为着人祈祷，为着家己祈祷，为着人祝福，为着别人祝福。这是上帝互咱属灵的官兵。第三大点，要甲咱来做一个智慧的反省啦，讲无做属灵的乞食，个别过去的束缚，活出富足，超越岁月的限制，成做生命中永恒的祝福。告别过去的束缚，活出富足。有一个小故事讲，有一个阿伯一生非常的善食啦，甚至穿非常的破破烂烂的衫，每一工拢靠着安那去给人讨，别人施舍给他，安尼伫咧过日子，总是伊死了后的时阵，人却伫伊的拖仔内面发现到伊一本迄个银行簿啊，发现这个银行簿仔内面安那有足济的钱，这个钱呢，教育伊听活一世人舒舒服服来过日子，但是都毋知安那。这个阿伯啊，伊却袂晓，毋知啥物原因，伊却袂晓去领这个钱来用。可能伊毋捌字，或者是啥物原因，拢毋知。伊嘛无伫遐甲人沟通请教，伊家了一个孤单，安尼来过伊的一生。兄弟姊妹，今仔咱做基督徒，检测咱共款，虽然咱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有得到丰盛的恩典、平安、权柄甲应允，总是咱却因为无明白，咱无相信，无去向上帝来领取来支持，咱犹原活伫迄个惊吓迄个惊不足惧怕伫失败感的内面，安尼讲就是像一个属灵的乞丐，听起来是很讽刺，咱毋通做一个属灵的乞食，咱每一工都要活伫快快乐乐、喜乐的平安，无去活伫咧后悔甲孤单的中间。咱的心灵毋通成做一个无依无我、孤单的孤儿小翔。以赛亚书46章第4节，咱做来读好无？来，上帝应允到恁年老，我拢偿还；到恁头毛白，我也会甲恁扶持。这是以赛亚书互咱的勉励真正的富足，毋是讲落地空空，乃是心内无愿望。这个是较重要的靠地空空，遐个无要紧心内嘛无愿望，每工伫咧惊吓，这是非常的恐怖。咱一旦有一句话讲一旦被神眷顾，一旦咱互上帝看顾希望讲坐毋着车，犹原会通到着对的所在。讲一旦被神眷顾，虽然搭错车，也能到达对的地方。这是咱的信心上帝的恩典将来无欠费，上帝的恩典从来不缺乏，他的平安永远跟我们相伴上帝看咱是无价的宝贝，靠着圣神，咱通大声来叫阿爸爸，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第二，咱来超越岁月的限制成做咱生命中永恒的祝福。歌罗西书第3章第4节，同甲结尾甲咱讲，基督是恁的活命，伊显现的时，伊嘛会甲伊做伙显现来分享伊的荣耀。伊显现的时是指基督将来要搁再来的时阵，伊嘛会
甲伊做伙显现的来分享伊的荣耀。这意思就是安尼讲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到时会甲伊同齐来得到荣耀，生命会得到完全的改变。分享伊永远的光彩甲伊的尊贵。咱知伫圣经的中间有一个人，拢是甲年老才来大大受到上帝的使用。咱看摩西80岁的时阵，带领百姓出来去，要来喊年老的时才得到囝。西面老人伫圣殿抱着下下耶稣，伊亲目睭看见救恩，这拢是年老所做到的事哦。兄弟姊妹，只要咱的生命若连接伫上帝，年老毋是孤单，咱是经过环境挫折甲考验磨练所出来，互咱的心智，甲包括咱的技术、灵魂变甲更加丰盛。所以咱毋来讲，我年老好亲像无路用下面有一则圣经，咱做来读好不好？来，诗篇92篇下来，秋老的时，秋的结果子，接真多食青翠。搁一遍来，秋老的时，结果子，接真多食青翠。这张树啊，好亲像田庄内面替大家伫遐遮太阳、遮阴挡风的老树啦。虽讲一间老树，但是咱看见伊行过岁月，持续的信心，甲迄个默默的伫遐为人所做的，咱就是爱参照这张老树小墙，会通为着咱的厝、家族带来遮风挡雨的恩典。人生的结局绝对毋是讲衰烂甲死亡。圣经甲咱讲，咱是要一种的荣耀咱要安怎来？伫这个短暂的人生的中间，真侪咱生命中永恒的祝福咱来活出带袂走的价值，真侪永远活全员的管道，影响咱的生命代代爱相传。咱看见咱侪在信仰的长辈咱在侪真侪在长辈信仰长辈，伊原拢伫咱的中间留落侪咱信仰的传承，真好，咱学习的典范。这句话简单甲咱讲，就是讲岁月，咱的年龄，咱的人生，就会通带走咱的外体，总是出伫听甲信仰的中间咱所做一切，真正珍贵的这情感、信念，或者是付出，拢要真做咱后代子孙，或者是咱的后辈，拢要真做同介好的感受，该种的光、该温暖。最后这嘛是牧师交代讲，叫我特别爱分享的咱每天爱学习3个属天的动作，3个属天的动作来，咱做来读来。第一项，早起看天；第二项，饭前祝福；第三项，困前交托。好，困前交托。来，咱来一项一项来看早起是要安看天。来。早起看天，讲这是安是要稳固属天的意识，稳固咱对天顶的迄种的意识起床了后，咱若是先看新闻，还是要做别物仔代志，是毋是心就容易伫遐混乱，对不对？起床了后除了爱圣经讲读，对不对？圣经讲读了后检查咱来先亲近上帝，咱的心就稳定起床了后，检查咱会当先读一节圣经节好亲像这节咱做来读来，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透早起来是着感谢上帝，今仔是上帝你所定的日子，我要伫这日来欢喜来庆祝。咱来先感谢，先祈祷，安尼就会改变你一天开始的心情。阿们吗？第一项。早起看天，对不对？来，第二项什么话？饭前祝福，讲这个操练咱属天的积分箴言18章21节，咱做来下来，喙舌会当支配人的生死。咱会当为着某物什么人啦，为着咱一个所熟悉的人，或者是咱祈祷会每暗拢有侪人在身体病痛嘛，对不对有这个名。
有这组员，为着咱的囝儿孙、厝里的人吼，伊讲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无面什么人同在。咱每遍要食饭的时阵，伊就想着一个人吼我为着无面什么人我即摆我要为着陈牧师今仔日伫遐考试对毋对？求主介绍个地就祝福伊，安尼就真简单对不对？学习一工若为着一个人，一年就为着偌一人，365个兄弟来祈祷敢毋是？学习饭前的祝福每工每顿每日选一个人，甚至你来传一句关心，开喙来做祝福。来第3项，困前交托，来操练咱专人的信靠。操练全然的信靠，等咱要倒落去困的时阵，有当时咱就挂入明仔载，甚至咱咧想东想西，我昨晚拢困袂去咧，烦恼今仔要讲到。但是我只有嘛是交托上帝咱来练习做这个宣告呢诗篇121篇第4节讲啦，以色列的保护者无拄眠嘛袂困去咱就对主讲主啊，地上的烦恼我全部拢交互你啦。我即阵要转去天顶的加困啦。咱就做宣告就甲上帝讲主啊，地上烦恼我全部拢交互你我即摆要回天家睡觉了。或者是咱嘛会听主讲主啊，我有限，但是你无限，我将明仔日交托互你，安尼就安然入睡，好无？学习3项的工作记了最后来甲咱讲结语时间嘛要到来，兄弟姊妹，抬头看天的人，人生袂失去方向。拄嘛甲咱讲，方向若毋对，咱的出来就毋对出来就无效如果咱每一工拢当作人生的迄个低头族啦，咱只有看地上的烦恼甲身体的软弱，心就会愈来愈沉重。但是圣经今仔日甲咱提醒，咱的身份已经换，咱的性命已经甲耶稣基督做伙，藏伫上帝的内面，这就是咱最安全的最大的保障。敢毋是咧？瓦克之源主耶稣基督，咱就有够额啦。伊的救恩够额，咱应付咱的生命中一切的需要，特别是咱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咱这长辈们我即摆嘛是变独居老人咧，我65岁，2个人住做伙就独居老人所以咱家己就，圣经有甲咱应允，讲秋老的时阵，犹原会当结果子，结真多，食青翠，拄甲咱读的圣经嘛岁月虽然会带走咱的体力，但是带袂走咱伫耶稣基督内面迄种的价值。当咱来持守咱的信心，咱来静默。为着人伫家己，为着咱的亲戚朋友、囝儿孙来祈祷的时阵，确实就会当留互咱的子孙同介好的祝福，甲迄个庇荫嘛是一种充满疼甲陪伴的力量。路加福音书咱做来读好无？来，恁着抬头挺身，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啦。恁着抬头挺身，看天顶，额头看上帝。要互咱的稳定，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所以互咱对今仔开始，咱开始来操练3个属天的动作。搁讲一遍来，早起看天，第2饭前祝福，困前交托。真正，咱来对主讲主啊，我有限，但是你无限，然后咱就安然入睡。敢毋是咧？兄弟姊妹，互咱会当搁一起抬头看天。活出新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咱的生命当伊搁再来的时阵，咱就要亲像同解耀的荣耀的身体，咱就要甲耶稣基督同齐行咱甚至愿意将咱的心中咱的挂虑烦恼的宝座搁一遍甲扭出来，咱来邀请耶稣基督做咱的王，搁掌管咱的心。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基督内面得到新的身份，诚做你所疼惜的囝儿，下面阮常常将眼光停留伫地上的烦恼甲重担，
袂记得阮是属天国的子民，记得拍开阮属天的眼光，帮助阮无搁做亚头族，上看在挂路甲忧虑欠客，乃是日日仰望你的恩典甲应允。求你使阮有智慧甲气力，伫每一天的言语的中间，选择甲行动的中间，拢用圣经的真理引带阮的心来生活，活出顶头生得救、荣耀你名的新的生命。愿你的平安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境况，拢会通坚定来倚靠你，活出有愿望、有喜乐、有见证新生命的款式。同心祈祷，奉靠最后所祈祷的圣名，阿免。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第198首。学到你，学到称呼至大上帝，学到称呼至大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赏赐稳定甲供应一切的主。阮用所有教会所得的一切，诚做福音的祝福，帮助有需要的人，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会当经历你的稳定甲救恩。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祝福，无论伫家庭、工作、身体，还是灵命，拢会当经历你丰富的供应甲平安，也会当互阮学习，毋是只献金钱，搁较会当献上阮家己，诚做圣洁，合着主所用的器皿，一生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请丁家硕长老来报告。好，来，先咱来欢迎王星云姐妹，请坐咧度，请伊站起来哦，伫后壁。好，咱家己拍鼓欢迎。好，咱再欢迎。哦，离开了。好，那无要紧，好，无要紧。好，那过来，即摆来报告，来报告大仙，咱感觉今日顺境长老更加好无？好，然后咱甲拍鼓来甲鼓励感谢。好，咱来报告。好，顶礼拜拜三基督会，咱有敬拜乌鲁吉亚，咱有一个影片，咱来欣赏一下。好，其他这礼拜诶，基督会嘛看到大家大家过来，今年诶灵修高峰会日期伫咧8月15甲8月22，早起是9点到下晡5点，地点伫咧成屯遐，费用一个人1700块在一个会友，你若拢总参加着。会使退你500块。6月30进前报名诶，有早鸟诶礼物。我去年有参加啦，
感觉吼，对各行各业拢是有帮助的吼。啊，欢迎大家嘛邀请恁的亲友同事来报名参加，过来。咱礼拜给大家提醒，咱礼拜结束闭岛的时阵，莫叮当。等待电乐结束了后，年岁较大的兄弟先离开，了后才来离开，过来。咱这礼拜就是333祷告会啊，祈祷会，时间，拜三暗时8点至9点，地点嘛是伫咧新塘，主题是教养与职涯，为是咱教会陈牧师来主理，邀请兄弟姊妹同齐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过来，咱台语朗读比赛，咱请综艺长老来替咱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各位兄弟的支持吼。我顶礼拜有来报告台语夏令营，结果无几工已经满额吼，所以呢明年若要报吼请赶紧吼。今仔我要来报迄个台语朗读比赛，旧年儿童牧区啦吼，儿童牧区因主办的咱60周年的朗读比赛办了真成功，所以讲就讲伫咧因的基础顶面，咱今年继续来办第2届的台语朗读比赛，是伫8月初2 1点到4点吼。对象咱这边嘛无限名额对象是幼儿园的大班的到12岁到12岁拢会当报名你若扫 QR code， 楼骹一楼 QR code 就是咱咧倒边迄个海报迄个 QR code 扫以后你报名就会当连接到迄个文章，你踮咧厝就当练习，嘛有音档会当听。欢迎大家报名。你若报名参加比赛完结束了后，佫有一个小小的奖品来鼓励咯。成绩较好的头3名、头2名咱看比赛的人赢佫有奖金来奖励。所以呢食好到小报佫望大家会当来紧来报名扫QR code会使而且较早报名、较早练习较早有机会，佫较侪机会会当得奖。好，感谢大家。感谢综艺长老咱们知影台语朗读比赛对象是幼稚园大班，佮在座有喘气拢会使参加大家台语拢比我较好，所以大家拢爱参加过来，咱1个月1摆社区医疗咨询伫咧本主日早起10点半到11点半伫咧教会1楼，服侍同工是邓志文尤伟斌等等的同工团队。教会有真侪医生会友请大家把传福音的机会邀请也未信耶稣的亲友还是厝边隔壁来教会过来。上台讲座伫咧6月初3早起是10点半至12点，主题是鼓励与富人的生活训练，需要练习与勇气。讲师是曹彬英老师，欢迎大家来参加。曹彬英老师伊是美国正向教育认证的老师啦伊主要是要教阮明白家己、陪伴家己，接受家己有限甲欠缺以后有新的眼光看待家己欢迎大家来参加。过来，甲要儿童夏令营新世纪福音勇士主题是破解网络成瘾日期是7月初6至初10，早起是8点半至下晡5点原价是2000块若是伫5月29进前报名就有早鸟优惠价1200块即马报名是57人请兄弟姊妹多多来邀请咱厝边隔壁是你有入目的囡仔拢会使带过来过来。今年是本会雄尼大学30周年
因特别伫10月初1至初3，前往高雄的冈山分校举办参观旅游吼，行程请看公告栏吼。6月底进前报名嘛是有早鸟优惠5000块啊。那雄尼大学以外的人啊，欢迎恁报名来参加。好，过来。咱来读即礼拜金句，咱来读2摆，请。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过活，就着追求天顶的事，伫遐基督坐伫上帝正边。歌罗西书3章1节。过来。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过活，就着追求天顶的事，伫遐基督坐伫上帝正边。歌罗西书3章1节。好，以上。咱做伙来上迎圣诗，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临时说，请顺境长老来祝祷，请起立。天父上帝，感谢你甲阮同在，互阮伫敬拜中间领受恩典甲平安。求你甲阮话藏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活出基督的疼甲见证。恳求你赐福每一位兄弟姊妹甲家庭，保守享受平安、健康、智慧甲快乐。无论伫工作、学业、甲生活中间，诚做阮随时的帮站，也愿意互阮诚做光甲盐，将望甲温暖带互身边的人。愿上帝恩惠慈爱、圣神感动，甲阮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听个别倒。咱即礼拜到遮，咱大家互相请安。